Yoroshikuです。今日去整日本傳統嘅過年食品，叫做御節料理おせち。日本1月1號過新年，連續3日唔煮飯，佢哋會食放喺全盒入邊嘅應節食品。而今日學嘅呢叫做精進料理，即係全部都係齋嚟嘅，亦都唔會用新香料，可以健康養生。老師手寫咗一份食譜啊，材料就係呢啲啦。呢個班2個鐘，4個人一齊整，一共有4個餸。老師嘅完成作就係咁樣噶啦。第一味餸就係將花生醬撈落西蘭花。等等先，撈極都撈唔勻嘅。4個人都冇睇步驟，即刻夾返起嚿花生醬撈勻咗豉油先。原來咁先可以搞得開。第二味餸就係豉油煎蒟蒻扒，呢個真係出乎意料惹味喎。下一味餸就中碎啲淮山，要揼到佢變成咁嘅樣，撈埋砂糖同埋柚子調味。第三味餸就係預先浸咗啲乾嘅蘿蔔絲先，揸乾水之後連埋一啲乾杞子炒香佢，跟住再將頭先嘅蘿蔔水一齊煮埋佢。第四味餸老師一早預備好啦，整完上碟嚕，配埋麥茶一齊飲 perfect 咋，加埋啲裝飾，成件事 grand 晒啊！老師整嘅就係蘋果粒番茄寒天凍，原來咁嘅配搭好清新㗎。因為自我介紹係外國人，隔離台個 auntie 仲送咗佢哋朝頭早學整嘅料理俾我哋啊！仲有其他應節食品喺 supermarket 都可以買到㗎。幫我 like subscribe，下條片再見啦，咪得你。